伙計，我要個黑椒牛仔骨拼生炒骨，牛仔骨5成熟，生炒骨要外脆內軟，汁要上一口份量，唔好俾太多飯，我減肥。先生，呢度係40蚊兩餸飯，中華第一鮑魚。仲有要一杯凍鴛鴦，要酒奶少甜，咖啡同茶要黃金比例，最重要係要用環保紙飲講，但唔好俾佢溶。先生，紙飲講擺入水3秒就溶係常識，你呢係逼我啫。我忍夠啦，又要平又要高質，又要環保又要多質，依家連兩餸飯都要米芝蓮評鑑。好彩我留有後手。其實我除咗係伙計，仲係將兩餸飯做到上市嘅陳生。你就是傳說中用一盒驚世麻婆婆度震撼全中環金融界嘅陳生。冇錯，依家全港市民都消費降級，兩餸飯先係全港最穩陣嘅生意。我哋新開嘅旗艦店現正招錄加盟，又係一個翻身機會。陳生，我唔做金融啦，我要加盟賣兩餸飯啊！快啲話我知最低加盟費幾多 ？QR code 喺外賣盒底，自己數。招牌兩餸飯40蚊起，多質加2蚊。